门怎么没锁？谁啊？怎么随便闯进来打扰别人啊你？下午课累了睡着了，你不要吵醒他。可能是你太年轻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但是有些事情是你强求不来的。哼，男未婚女未嫁，自己的幸福当然自己争取啊。趁我报警之前，麻烦在门外帮我把门关好。我说过我不走了吗？小英，Coco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下午课你都不记得了？小英，你不要误会啊，小英。小英，我记得我在餐厅等你。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，你可能被他设计了，他应该给你下了药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头好痛。好好休息吧，家务。我先走。等一下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没关系，家务，不重要。我原本应该气到发狂的，可是我就是气不起来。对不起，家务，对不起。我们分手吧。对不起。你不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是因为陶宇飞吗？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我们之间的问题早就已经存在了。你送我的东西，我都不感兴趣。我喜欢的东西，你完全不理解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的感情可以让我忘掉那个距离，可是我错了，它一直都存在着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好吗？你知道习惯有多可怕吗？也许我们一直在彼此伤害着。你没有伤害我，你没有伤害我，你从来没有伤害我。我爱你，我知道你也爱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知道你爱我，对不对？
我，我觉得我不能再伤害你。对不起，家务。你不能离开我，你不能离开我，你不能离开我。对不起，家务。小叶。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亲密的朋友。我不要啊！我不要是你朋友。我不相信这么多年来我对你的感情你都不懂。你为什么要一直逃避？小姐，一个人吗？是啊。那要不要一起喝一杯呀？好啊，我请你。老师，有件事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了。什么事？我刚刚在街上看到邱家武跟一个女生走在一起，样子蛮亲密的。喂，钟宇。雨飞，我喝多了，我好像惹了一点麻烦，你可以过来救我吗？你在哪里？我马上过去。我在你上次带我去的那个酒吧里。跑啊！再跑啊！你走开！你不要过来！跑啊！跑啊！刚刚很厉害啊！啊，不是很拽吗？再跑啊！到底要干什么？雨飞，小心！你放手！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你刚刚打架，没受伤吧？皮肉伤而已。那个，于飞为什么没有来？老师临时有事，所以叫我来接你。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？我懂了。钟宇姐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没有要回家，你不用管我。那我陪你吧。
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烊了。徐妈，我想吃碗面。陈音，怎么是你啊？我想吃碗面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咱们先坐会儿啊。面来了，你慢慢吃。谢谢徐妈。慢慢吃啊。徐妈，哎，来一碗冰茶吧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徐妈，嗯，有酒吗？有，我去拿啊。谢谢。谢谢。你常带女生来这里啊？你是第一个。哇，这么荣幸啊！你知道我离过婚吗？我谈过很多次恋爱，可是那个婚姻算是政治联姻吧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是个坏女人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。你年纪这么轻，怎么说话像个老头一样？是吗？老师也常这样说我。说说你跟雨飞是怎么认识的吧。中学的时候，我家人把我一个人送去纽约念书。后来我也很顺利地考上美术大学。本来以为就可以这样开开心心地学画了，但是家里出了意外，爸爸突然就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的人生全都乱了。我被赶出我的公寓，学校也不能去了，我就在街上流浪1年多。直到遇见老师。徐妈再见啊！啊，再见。徐妈，快去，快去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别碰我。那个时候我记得，我在街头帮人画画，赚点生活费，只想解决最起码的温饱。有一天，纽约下着雪，老师出现了。他看了我的画，就把他手上那块披萨递给我，然后跟我说：“你饿吗？”披萨。就是因为那块披萨，我才能活到现在。总而言之，从那之后，我就一直跟着老师。也许，那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吧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不要碰我，我就是个坏女人，我就是个坏女人。
痛疼吗？痛，有点肿，我帮你推一下。啊，七娘，这好像是学长第一次给我推拿，是吗？这好像也是我7年来再次帮人推。好想回到7年以前。如果可以回到7年以前，那该有多好！我真的是一个坏人。我跟家武在一起7年了，我发现我们之间根本就不是爱。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方，我发现我真的很坏，我一直在伤害家武，我们彼此都在伤害对方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是一个好人，我真的是一个……你听我说，你听好了，在感情里面，没有分好或坏，而且一段好的感情，也没有人可以保证它永远不会变。我一直在欺骗我自己。我一直在欺骗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骗我自己，感情生活很好，我骗我自己工作很好，我骗我自己所有的东西，可是我发现，其实我什么都做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什么都做不好。不要这样了，不要这样了。其实什么都做不好。别这样了，你已经够努力了。每颗场景，让我一直牵挂的依然是你。很对不起，直到遇见了你，从没忘记，还来不来得及听你声音，亲口告诉你。陶宇飞，他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，请你以后不要再伤害他了。我们之间的问题早就已经存在了。你送我的东西，我都不感兴趣；我喜欢的东西，你完全不理解。家武，对不起，我们分手吧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的感情可以让我忘掉那个距离。我没跟你开玩笑啊，我真的养你。知道了。我邱家武会爱李晨一辈子的。可是我错了。
直都在。好，慢点啊！好重啊！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你们动作快一点好不好啊？哎，小心！都几点了？哎，慢点啊！动作加快，小心画。想要快你自己来呀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后面的快一点啊！都几点了？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搬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我来晚了。陈英姐，等一下，先放下，先放下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啊！啊，陈英姐，你身上的酒味好重啊！陈英，你看起来气色很差，你没事吧？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这边我们来搬就好了。王品佳，你自己事情忙完了吗？我没有时间在这跟你们3个耗哎。我来。哎哎，陈英，天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错了，是 TYF 老师的第5页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连一个艺术品都保护不了，还算是专业的策展人吗？对不起，说对不起就可以不负责任了，是不是？陈英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一个专业人士，不是故意的可以当理由吗？还迟到？我会负责任的。是我们真的是很抱歉，但是您放心，一切的费用我们都会全部负责的。真的很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怎么会搞成这样？总监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责任，我会负责找到修复师的。第5页是 TYF 近期在拍卖会上出价最高的画作，如果没有办法100%的修复，公司将要负担庞大的赔偿金。我现在去找修复师。总监，我有事情要报告。刚刚一凡明明就发现陈英有状况，却故意不让我帮他。总监，你为什么不主持公道啊？对外，我们是同一个 team 的人，一个人失败，就代表所有人失败。没错。对内，一个有效率的 team， 自己应该负起应该要负的责任，而无用处的人，就是团队不需要的人。所以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帮犯错的人找原因吗？还不快去做你该做的事！走。哎，你好，叶老师吗？我是康大策展部的李晨一，我这里有一幅受损的油画，麻烦您，想请您帮我修复一下。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哦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康大策展部的李晨一，是欧阳红老师吗？我这里有一幅油画受损了，想找人帮我修复一下。真的吗？在台湾？不远，好，谢谢啊。总监，我找到修复师了，是欧阳红老师介绍的。老师说他之前的画受损，就是找台湾这位王斌老师修复的，修复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痕迹。那你还在这干嘛？快去啊！是，哎，陈英，我跟你去。不用了，现在公司人手不够，这是我自己的责任，我自己负责就好。李晨一，如果画没有修好，你就不用回来了。我一定会修好的。张总这么享受，还有这么隐秘的地方。小地方。陶总监啊，你现在是我们 GK 的门面了，
所以啊，我要借助你的优势，希望你能够多画点画啊，把我们 GK 做大一点。多画点画，画可不像工厂下单一样，说生产就生产了。对，陶总监说的对。哎呀，我以前呢，别忘了，我也是个画家。我年轻的时候呢，也跟陶总监一样，很纯真，很浪漫，总觉得艺术是不可侵犯的。哎，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在我看来，艺术也是商品，只要是商品，就能炒作，啊？哎呀，曹总监，我是说万一啊，万一你在画作上面呢，你遇到了瓶颈，遇到了障碍，不太能画，其实这也不要紧的，你懂的，我有替代方案。张总，今天来这里不要谈公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谈公事，今天啊，好开心。啊，我忘了，我还有事要忙。不好意思啊，张总。这么突然啊？谢谢张总。好，那我们改天再谈。改天谈。哎，谢谢。喂，第5页破损了。先走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家务哥，辛苦了。妈，你去哪儿？你管我去哪儿？我不放心你。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难道我能去自杀呀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难道我能去自杀吗？邱家务，你能不能振作一点啊？我没想到你会因为感情的事而变成这个样子。你懂什么呀？我懂什么？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了，我会不懂你吗？以前受伤1次、2次、3次，我们都这么过来了。你现在因为失恋而变成这个样子。刘可珊，你只是一个球队经理，不是我的谁，请你管好分内的事情行吗？你就是我分内的事情，一直都是。你们不关你的事。哦，不过可珊，教练找你。什么事啊？教练没说，但好像很急的样子。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那你帮我看好他，不准他跑步，不准他做训练，去任何地方你都要跟着他。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汇报。好。家务哥，我没见过可珊那么生气的样子，算我求你了好吗？听他的话吧。你管得着我吗？家务哥，原谅我，但我真的不能让你走。你别跟着刘可珊瞎起哄行吗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，我也很关心你啊。哎，兄弟俩别这样。哎，我没跟你开玩笑啊！别跟着我。哎，家务，你也别跟着我，都别跟着我。教练，上头对于家务最近闹出来的新闻非常的不满意，最近已经严厉的要惩处他了。可是那不是家务的错啊，是那个女人陷害他的。站在我的立场，我当然是相信家务。不过这已经不是最近家务第一次出错了。而站在球队形象上，我担心禁赛是免不了了。禁赛？那会禁几场啊？那就要看球队的决定了。我想他现在应该是留队查看，
不过只要他好好的，不要再出乱子，上头应该有机会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教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看好他的。不好了，家武哥跑掉了。你让他跑了？小英，在家吗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您好，小英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呢？可是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到底喜欢什么呀？我根本就不喜欢球鞋。小英，难道你是故意不接我电话吗？我知道我们两个有很大的不同，但是我爱你啊！难道我爱你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吗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跟我说呀，我都改，我都可以改，你告诉我。小英，我舍不得你。你好。您好，请问您找哪一位？啊，你好，我找王斌师傅，我是从上海来的，早上打电话联系过。哦，抱歉，师傅有急事下山去了，应该要明天一早才回来。哦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喂，哦，是总监，看来只能明天了。这地方很偏远，我先找地方住下来。嗯，好。你好，请问还有房间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说呢？哦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永远只会说对不起吗？我去过王冰师傅那边，知道他不在，这附近也只有这里可以住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果然，你也来了。但是，只剩下一间房间了。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只剩下一间房间了。阿姨，我可以住这里吗？这里怎么睡啊？干嘛这么害羞啊？
不告诉阿姨我们的关系。阿姨，其实我们是男女朋友。哦，阿姨不是，一间房间就可以了。啊，那太好了啊！陶宇飞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又在整我啊？传出去又被人误会了怎么办？有区别吗？大家不是都已经这么认为了吗？所以根本不会有又被误会这个问题。而且这里是台湾，又在这么偏僻的山区里，谁会传出去？除非是你自己到处乱说。我乱说？我去哪儿乱说呀？上一次在别人面前乱说的不是你吗？害得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不用推得那么干净，这个游戏是从你那边开始的，不是吗？游戏？谁陪你玩游戏了？我是来工作的好吗？是工作上的失误，我很抱歉。很抱歉。陶宇飞，我是来工作的，我很认真的啊，我不是来陪你玩的。陶宇飞，陶宇飞。我也很认真，所以你不想让我看看我的画到底怎么了吗？对不起啊。你有信心可以修好它吗？这位王斌老师是欧阳红老师推荐的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不过听说他现在是半退休状态，希望一切都顺利。一定可以的。我想早一点休息了，明天一早要出发。那边还有位置。喂，原来你喜欢睡地上。晚安。你果然还是来这里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的心里一直都只有陈音，那我算什么呢？你难道看不到吗？每次在你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，在你身边的一直都是我，你为什么就看不到呢？
整整7年了。那时候他总是一直捉弄我，我们还绑在一起整整6天。那时候我想我是真的好喜欢他，但是现在的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？李晨毅，当年是你让我有了心跳的感觉，也是你让我心跳停止的。现在，我的心还能重新再跳起来吗？你想干嘛？叫你起床。起来啊！嗯？哦，这伤挺严重的。那能修好吗？我从来没有，我从来没有修不好的画。太好了。只不过啊，作者也在现场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嫌弃我的功夫啊？师傅，您别这么说，我哪敢？好，那你什么时候要啊？下礼拜就要给买家了，这2天能修好吗？平常的话呢，2天呢，我是铁定能够完成的。不过啊，我年纪大了，这几天啊，又有那么多的学生在这里等我上课，现在啊，我是分身乏术啊。这样啊？要不我当您的助手？啊？首先啊，先把破损的地方拍照，然后存到电脑里面，再局部的放大，这样啊，就可以看得清楚布边以及表面的纹路。第一道手续啊，结合这个地方。第2道比较费神，调色。第3道呢，是最困难也最费心的功夫，补色。若是修复师没有极大的耐心，以及临摹绘者的笔触与技巧，是不可能完成的。等一下，艺术是急不得的。我看今天先到这儿，明天再继续吧。年轻人，你的手……没事，没事的，师傅。我想到外面透透气。传了，这边有了。家务不是早到了吗？教练，家务应该在路上，很快就到了。家务。教练，不好意思啊，迟到了，我先去打球了，打球。来，一起来，2、3联防。好嘞，来，2、3联防，来。
来这边。嘉武哥，嘉武哥没事吧？怎么样了？嘉武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，嘉武哥？没事吧？嘉武哥。其实，我们今天的进度已经很好了。师父只是希望你不要心急，还是说，你有其他担心的事情？有其他担心的事？你是我女朋友吗？我什么事都要跟你汇报。不想说算了，反正我也有很多不想说的事情。你的眼眸在陌生的人群中再次闪过，世界好像只剩下了我，时间停在当初，流泪无知的我，现在的我偶尔想起还是会悄然难过。听说曾经你回来过，如果是那时候，好想对你说。结果呢？那个，说，你的伤再加上之前的新闻，球队已经决定把你列入伤病名单了，无限期。家务，你不要这样，没事的。也好，反正我本来就不可能再上场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只要好好养伤，好好做复健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别管我，我现在是个废人了。你不是废人，之前受伤那么多次，我们都过来了，这次一定可以的。受伤的是我，又不是你，你懂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你觉得我担心的会比你少吗？这不是我认识的邱家武，邱家武一直都最积极、最阳光，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。出去！家武，让我静一静。喝点饮料吧。啊，好久没走这么长时间的路了。要帮你推拿吗？好啊。还是算了，你也那么累。怎么了？没
没什么，突然想起之前我们两个绑在一起的日子，现在我们又不得不绑在一起。人生好像就是这样，越不希望发生什么，偏偏就会发生什么。所以我的存在是你一直不想发生的事。照这个进度，画应该很快就会修好了。也许，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那幅画为什么叫第5页啊？人跟人之间根本就不会日久生情，只会日久生恨。因为那一天，正好是我们绑在一起的第5个夜晚。第5页其实是我们，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小云，你出差去台湾了？是啊，我来这边修画。我听可珊说了。那你还好吗？好啊，那你呢？好啊，特别好。球队那边还好吗？好，很好。好像我们现在没什么话可说了。佳武，对不起啊。不，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发现，我们两个都变了。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佳武，你别这样。我只是……我们还可以做好朋友的，对吗？好朋友。佳武，我最近工作压力真的很大，我真的很乱，等我回去再说好吗？小音，我一定要把你追回来。男朋友已经不是了。你们在一起这么久，可以说放下就放下。人这一辈子，好像一直在学着放下。有的时候是在放下别人对自己的无情，有时反而是放不下自己对别人的无情，而我是后者。你真的很自私，永远只在意自己，没有在意过邱家武，也没有在意过我。我以为你知道，当初我有多在意你的不告而别。如果真的在意的话，7年前你就不会跟邱家武在一起。7年前我根本就没有跟邱家武在一起啊。是吗？我明明看见你们一起进宾馆。哎呀，你等一下，再忍一下。是。
慢点，慢点，再忍一下。你笑什么？我问你啊，昨天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，算不算是有不得已的理由？算是，也不算是。什么叫算是也不算是啊？根本就是有不得已的理由，好吗？那我问你，有发生什么吗？没有，也不算没有。根本就没有啊！我跟佳薇也是一样啊。不得已的理由是我喝醉了，可是我们俩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好吗？明明就是你脑补过头一走了之，后来我才跟佳武在一起的。这跟我跟佳武进没进宾馆完全是两回事啊！不知你现在好不好？是不是还那么的骄傲？一个人抱着猫，在夜里慢跑，就怕被孤单给拥抱。是。我们到头来还是绑在一起，而且也住在同一个房间里。不过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难道这是注定？看着你家的灯开了又关掉，感觉昨晚我照着你布的局继续修复了一大半，我可以感受得到你在这幅画上面下了很多的情感，剩下的就让我继续来完成吧。师傅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自己完成。那好，放轻松，把画给忘了，专心在每一笔上面。好。原来知道假装不知道更难熬。不知你现在到底好不好？是不是还那么的骄傲？一个人抱着猫，在夜里。师傅，您觉得还可以吗？你怎么会问我呢？当然要问你这个原作者了。您太客气了。学长，你好厉害。哎。以你的年纪啊，竟然有这样的功力，或许因为我小时候，我爸对我非常严格，我的一笔一画都是他教给我的。我想啊，他一定是一个跟你一样的好画家。先休息一下吧。你能不能让我知道我知道，别把事放在心里等发酵。你们自己看啊，他这个画的技巧非常高超，你们要多学习一下。学长，我只知道你父亲很早就过世了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你谈起过他。我们本来每天都过得很开心，但最后全变了。他开始喝酒，喝得烂醉，有的时候还会醉倒在路边。我那时候还小，根本就扛不动他，只能陪他在路边等到天亮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
当年我爸好不容易完成自己最重要的作品，却被那个时候合作的一个人夺走，还诬告我爸剽窃他的画。可是每个人的画风、手法、笔触都不一样啊。是，可是我爸就是这么单纯，一辈子只知道画画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对付坏人，所以后来他就被逼上绝路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切。这么说，这个陶宇飞还真的有可能是陶让的儿子。我估计应该错不了，只不过陶宇飞把他的过去抹得很干净，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。不过只要有这个可能性，我们就不得不防。如果陶宇飞真的是陶让的儿子的话，不用我们去查，他自己都会露馅的。很热啊！陈英姐，这几天去台湾，你应该很想念那个球星男友邱家武吧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他见报率真的超高的。建良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八卦？我哪有八卦？我是看运动新闻啊。哎，对了，钟玉姐说晚上要请老师吃饭，陈英姐你一起去吧。哦，我要直接回公司跟老板报告，前面路口帮我停下就好。哦。让他下车吧。陈英姐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行。你不要再打了好不好？给我。我知道你急，但是养伤急不来啊。好，你打，你再这么打下去，车就要废了。给我。不给。给我。给我！陈毅回来了，你去找他了吗？我给他打电话了，他没接，可能不想见我吧。他跟你联系了吗？我听说这次陈毅出差，陶宇飞也去了。陶宇飞也去了，我一定不能输给他。我要把他追回来！我的天哪，我是猪吗？我这样不是更刺激他去找陈毅？这次的危机处理你表现得很不错，谢谢总监夸奖。那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知道过问你的私事不太礼貌，可是身为你的上司，站在关心你的立场，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，你不介意听我几句劝吧？
其实失恋呢，只是恋爱过程当中不一定会发生，但是很难避免的经验。这点你认同吗？但是你可以在这个经验当中，学会要如何让自己过得更好，让自己知道什么是要，什么是不要，然后在下一次的恋爱当中得到幸福。所以我希望你赶快打起精神。我知道了，我不会再让感情的事情影响到工作。很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接下来我就要交办你公事了。是，请您吩咐。虽然陶老师呢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艺术总监，可是他的画展合约还在我们手上。你是这次联展的策展人，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去完成它。您的意思是？首先，去见一下陶老师，所有跟进的工作全部交由你负责。这次在台湾，陶老师不是也对你伸出援手吗？我相信，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合作。去吧，越快越好。好。哎，陈英姐不在啊，她刚刚还打电话给我哎。她去拜访艺术家了。哦，又是玫瑰花，那邱家武也太逊了吧！这年头谁挽回女朋友还一直送玫瑰花？这可不是普通的玫瑰花哎，学名炸鸡花束，国外很流行的礼物哎。炸鸡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闻，这炸鸡跟玫瑰香味混在一起，真是美丽跟美味兼具啊！这才叫浪漫哦，不然谁那么俗气只送玫瑰花呀？哦，炸鸡跟玫瑰到底哪个比较俗气啊？都俗气，反正我是不会送你这两样东西的。一凡，你喜欢什么呀？问了你也买不起，还是别问了啊。那可不一定啊，我现在买不起，不见得以后买不起啊。子豪啊，如果你想追我们康纳第一名花伊凡小姐，首先你得先给自己换一对有钱的爸妈。你不要乱讲，我们一凡才不是这种人呢。哦，是没错，我的标准只不过比平常人高了那么一点点而已。对我来说，男人呢就像一个交通工具，有的是提高身份地位的名车，有的只是挡风遮雨打发时间的公交车而已。停！你的意思是说你把男人都当工具喽？听你这么说，好像是哎。唉，子豪啊，别看了，你啊，充其量就是健身房的脚踏车，追不上人家的。王品佳，你可不可以讲话不要这么直接啊，让人很伤心哎。哎，子豪哥，别伤心啦，那给你一块炸鸡，趁热快吃吧。哎，小敏，这是陈英的，你在那边借花献佛什么？冤枉啊！这是陈英姐交给我全权处理的，她说请大家分了吃掉吧。哎，哼，来，没事儿，姐疼你。我跟你讲，我平常都不坐车的，我都是用这两条腿，所以你这脚踏车对我来说已经算高级的了。女儿啊，这次这么辛苦，公司应该会给你加薪吧？本来这次就是我闯的祸，不小心把画弄坏了，画能修好已经是万幸了，要是修不好，我就要被炒鱿鱼了。所以说他要早点成家呀，你看成了家就不怕被炒鱿鱼了呀。如果真的被炒鱿鱼的话，回家还有老公可以养你，而且以家务的实力又不是养不起你。妈，我跟家务我们好吃吗？好吃。哎呀，我今天下午跟你隔壁王阿姨家带过去一点，你知道吗？王阿姨这几天躺在床上啊，这几天几夜什么东西都吃不下，因为她女儿啊，你知道她女儿阿美吧？她本来这个礼拜是要订婚的，结果到最后被她男朋友给甩了。可是我看到阿美啊，还去喝下午茶，每天还是照样吃喝玩乐，心情也没有受到影响啊。现在的年轻人呢，分手啊、离婚啊，哪懂得难过啊？伤心就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，等了那么久的时间，好不容易盼到女儿可以定下来了，结果最后一切成泡影了。
别担心，按你的想法去做开心的事情就行了。你妈的心理素质特别强大，不会像隔壁王阿姨那样轻易的就倒下去的。老爸的意思是？意思就是你妈虽然一心希望你跟家务赶快结婚，但是知道你们两个最近出了问题，就是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跟陶宇飞有关系。你们这什么意思嘛？女儿啊，家务对你真的是死心塌地的。可是他老让女儿伤心难过也不是办法，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，要开开心心的，就像我对你这样啊。来，多吃点菜啊！现在是在讨论我们吗？现在是在讨论李晨英好吗？我不想讨论了，事情就这样定了。我跟家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们以后不用再替我发愁了。我吃好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不留下来了？我好几天没有回去了，我要回去看一看。你就不担心我们两个老的，房子在那儿又不会走？爱你们哦。吃菜吃菜，菜凉了不好吃了。我是不会放弃嫁女儿的。知道了，快吃吧，你最近都变瘦了。我是支持家务的，那陶宇飞不过就是个过去式嘛。家务现在也是过去式啊，爱情没有什么先来后到的，比的呢是他们两个人在女儿心里头的重量，最好呢能像你这么重啊。我吃菜啊。陶总监是真的喜欢这幅画呀。如果你对这幅画有特殊的情感，我可以割爱。割爱，这不是张总的生涯代表作吗？的确是。但是如果能够拿这一幅画换一幅你的新作，也可以啊。只是不知道，这样合不合算？张总都是这样计算艺术品价值的吗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计算方式，但是重点是你要能够画得出来呀！宇飞，我跟你说，我曾经也是画家，我知道对一个画家来说，撞墙期是很痛苦的。我看你回到国内之后，一直都没有新的作品。我觉得在你撞墙期的时候，我可以帮你找几个愿意做你影子的画手，只要你点头。您找我来，只是为了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吗？陶总监，或许这些话都不着边际，但是你想想，如果有些事牵扯到你那位拍卖会上公开的女朋友李小姐的话，是不是就能引起你的关注呢？张总，您多心了，恐怕只是在浪费力气。家务果然来过了。
家务现在也是过去时啊，爱情没有什么先来后到的，比的呢是他们两个人在女儿心里头的重量。有事吗？我觉得咱们俩有必要谈一下。我没有什么好谈的。小音的事，他的事，你是说他跟你分手的事？那是他单方面要求分开，冷静一下。我可完全没同意的意思。那又怎么样？关我什么事？陶宇飞，我奉劝你，离小音远一点。李晨英，找我什么事？约吃饭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时间。看到了吗？是他主动约我。他不可能主动约你吃饭。不相信你自己看。谁说要约你吃饭了啊？这又是整我的新招数对吗？还是他根本就不愿意跟我说话？不行，聂总还交代了，让我亲自去拜访。那我打还是不打？算了，打电话不如亲自杀过去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小音，加我。我买了2张果陀剧团的舞台剧门票，已经抢售一空了。我托关系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。加我，你别这样，我们还是可以做好朋友啊。不管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，一起看个舞台剧无妨吧。以前我忙着打球，没时间陪你看，你就让我好好陪你看一次吧。啊，我们剧场见，拜拜。干嘛给我舞台剧的票？这不是你爱看的吗？加我刚才给我的，我觉得这种时候我不应该再跟他一起去了。拜托你陪他去看一下吧。既然你没有打算陪他看，那你干嘛收他的票呢？刚才当着加我的面，我不好说出拒绝的话。我希望我可以跟加我好聚好散。好聚好散？李晨英，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加武的情况啊？他之所以有时间陪你去看舞台剧，是因为他已经被列入伤病名单，没有办法再练球了，你知道吗？伤兵名单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他现在身上的伤，心里的伤已经够重了，不需要你在这里火上浇油，假装关心。可是我不是要故意伤害家务的，你懂我的不是吗？我懂你，是我最懂你了。你永远都在当好人，永远都是家务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，也是伤他最深的那个人。李晨英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伤害家务了。
在你撞墙期的时候，我可以帮你找几个愿意做你影子的画手，只要你点头。学长。 学长，你有没有空啊？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我没有空跟你聊。我也不愿意这样一直打扰你，但是你也总监他让我跟……没有空就是没有空，不管是工作还是谈画展都没有空。那你总有空的时候吧？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呢？陶总监，或许这些话都不着边际，但是你想想。 如果有些事牵扯到你那位拍卖会上公开的女朋友李小姐的话，是不是就能引起你的关注呢？今天下午5点，1个小时后见。地址我会发给你。为什么现在不能聊呢？总之，地址我会发给你。 要不要来，随便你。学长，可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嗯，真没想到，他还真这样对我。我陪你看啊。我本来就不爱看舞台剧。 他不来，我也没有看的意义。你别看我平时挺豪迈的，其实我也有颗文艺少女的心。你就当是陪我看的好不好？这票是为陈毅买的。 谁都代替不了。走吧，进去吗？吃饭。喂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，再等我一会儿好吗？ 我们不是约好了5点吗？我知道，对不起，今天是周末，非常堵车。要不然你先回去，我明天再去 JK 找你呢。不用，我刚刚点了最贵的餐，要你付。你赶快过来。先生，请问需要什么服务吗？我刚刚点的餐，半个小时之后上。哦，红酒先来。没问题，谢谢。 去前面找位置吧。嗯，好。请问2位需要些什么？先生，你的水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可珊，你先点餐，我去趟洗手间。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。欢迎光临。
小姐有定位吗？不用了，我朋友已经到了。好。你们可山，你没有陪家武去看舞台剧吗？那是我给你买的票，我不会跟别人看的。家武，我以为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。你明知道他放不下你，为什么还要和他约在你们以前常来的这家餐厅呢？餐厅是我订的，你不要误会李晨一。陶宇飞，你现在以什么身份替小英解释这些？他的学长兼上司，合作的艺术家，这样够吗？你不用找这么多理由。总之，我警告过你，离小英远一点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一直都不是我主动约他的。那你们为什么要约在这里？我为了工作啊，工作？约在这里谈工作？地点不是我约的。艺术家的脑袋我也搞不懂。今天的状况比较特别，因为我没有私事要谈。私事？你俩有什么私事要谈？都跟你说了是私事，关你什么事？你也知道他才刚被列入伤病名单，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刺激他呢？可山，我没有啊，对不起。你为什么一直要说对不起？邱家武已经长大了，难道不明白不应该把私人感情带进工作吗？你哪里有错？被曝绯闻、被偷拍都不是你，一直都不是。陶宇飞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小英大学的时候喜欢你，你没接受她，现在你想明白了又回来找她，缠着她，你想什么呢？你把她当什么了？招之则来，挥之即去啊！那你呢？捅他一刀，然后问他痛不痛？分手了，厚着脸皮去追回他。我猜你从来都没陪他看过一场舞台剧，对吧？你知道他喜欢夏加尔多一些，还是 Dari 多一些？你知道他其实晒不了太阳，一晒就很容易中暑。看你的表情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李晨音。或许在你的眼里，他就是一块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够了你！陶宇飞，你要记得你是个离开7年的人，你凭什么在这说三道四？小英，陶宇飞胡说八道，你别放心上。你把单买了，我去追小英。小英，你听我说，家武，我拜托你，我真的很累，你让我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搬家，你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这跟机会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王炳佳，我就奇怪怎么茶水间的糖少的这么快，原来是你。拜托，假期第一天回来上班很艰难的，当然要喝点让自己开心的。你是属蚂蚁的，这样喝咖啡的。啊，好香，好甜，好咖啡。哼，李晨言，你该不会是因为上次我劝你不要乱结婚，然后你就跟人家分手吧？没有啊，跟你没有关系，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不太合适，我们两个喜欢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啊。就是现在家武不愿意面对现实，
我想我现在住那个地方不能再住了，得换一个。所以你搬家是为了让邱家武彻底断念喽？你们女人呐，真是有够狠的，一旦分手了，就一点机会都不给了。可是藕断丝连不是对对方更大的伤害吗？既然分开了，就应该往前看，过好现在的生活才对吗？也是。陈英，你找房子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帮你找到一个价格合理又满意的好房子，而且我认识一个风水兼房地产的好专家，介绍给你。加奶，来，再加点糖。好。对，我有个好同事，他现在急着找房子，再请你帮忙，谢谢。秦朗，好久不见啊！帮同事找房？对啊，我在帮陈英找房子，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，而我之前又打了包票，只好帮忙到底喽。这么巧啊，我朋友刚好有一间房子要出租，他请我帮忙介绍，要不要干脆给陈英姐？你怎么突然对陈英这么好？没有啦，之前老师太针对陈英姐了，就当做我代替老师弥补她一下吧。你不错呀，看来你跟 TYF 老师那个面瘫高冷男还是有区别的哦。好说，我等你消息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啊，我等你消息。好，拜拜。这么快闪租啊？这房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怎么会？我那朋友很挑剔访客的，这房子很多人抢，要不是陈英姐你……不要叫我姐哦。陈英，要不是我做保证啊，你还不一定能租到这个房子。那你朋友怎么不亲自过来跟我签合同？他很忙嘛，所以就交给我来处理喽。陈英啊，这个房子真的不错，我已经帮你看过了，随时可以拎包入住，我可以帮你试住1晚上哦。谢啦，相信你。但是这个房子一次要付1年的房租，还有2个月的押金，总共加起来大概要8万2左右。8万2，这么高？房东怕麻烦，所以要一次付清嘛，双方都省事啊。价钱是贵了一点点，但这房子我觉得真的很值得的。而且之前我帮你找的房子比这个贵，又比这个小，就它了吧。好吧，有你们2个打保票，相信你们喽。那赶快签吧。干杯！怎么样，陈英？这房子是不是很美呀？瞧这个大理石，还有，瞧这个沙发，抱着大腿。话说回来，王组长，你好厉害啊！你上哪儿找的这么好的房子？秦朗介绍的，说这个是他朋友的房子。朋友？什么朋友啊？不重要了，来喝酒。来喝酒。来喝酒。隔壁陈英姐家听起来好热闹。你想过去就过去。没有了。老师，我先去备车，待会儿送您回去。不用，我今晚住这里。老师，您为什么非得要陈英姐租下您的房子呢？如果是想帮助她的话，何必逼她一次交清1年的房租呢？听说她交完租金以后，身上一点现金都没有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多话了？没事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是。那我明天一早来接你。来，干杯！过场来哦。没事就来，下次还要再聚会，一定。来，我香槟啊！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怎么关机了？他还在加班吗？还是睡着了？
喂，找哪位啊？阿姨，我是家武。哦，那个小英的住处是不是换锁了？她就这么不愿意看到我啊？家武，你别难过啊，小英她搬家了，其实她也没有告诉我她搬到哪儿去了。哦，那阿姨再见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人每天搞得自己像逃难一样。老师，谢谢。公交车刚走，下班还有15分钟。陈英杰惨了，铁定迟到，又要被扣工资了。能怪谁？闹钟定早一点就可以了，不是吗？可能加班加太晚睡过头，或是闹钟坏掉了。难道要有人每天给他 morning call？ 说不定以前邱家武确实天天给他爱的 morning call 啊，只不过最近吵架闹分手，所以中断了。照这样看来啊，陈英姐还是应该找个体贴的男朋友，或者干脆跟邱家武复合算了。什么话？你要不要直接改名柯南啊？啊？老师，我去帮你拿点吃的。这位是法国家喻户晓的插画艺术家 Rebecca Daltreymer， 独树一格的细腻画风和幽默感为绘本创造了新的格局。目前居住在巴黎，已婚，约有3个孩子。他的主要作品有《被遗忘的公主》、《拇指男孩的秘密日记》、《小小恋人》、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等。我计划展览现场不提供语音导览设备租用服务，而是利用所有人力来担当解说，带领群众直接进入 Rebecca Daltreymer 的绘画世界。你会想要策展他的画作的理由是什么？据我所知，他的画作并不热门。因为初心。初心？我想我们办画展是为了赚钱，不是给你做慈善事业吧？门票定那么低，难道你还打算另外请人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吗？的确，伊凡说到了一个重点。抛开成本的问题，我们必须要考量所有同仁们体力配合的问题。公司看重的是长线发展，品牌形象是公司长远走下去的关键因素。毕竟我们康纳是全球知名的策展公司，而不是像 JK 这种追求名利的开发商。很好，你说服我了。我希望今后可以看到一个具体又可行的方案，越仔细越好。什么时候可以给我？下班前，最晚明天早上，放在总监的桌子上。很好。还有，既然我们舍弃了门票还有租赁这方面的收入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赞助上面多花点心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借助这方面的经验丰富又表现非常杰出的伊凡。这部分就交给你了，请发挥你的专长，不要让我失望。陈音，你这次要全力配合伊凡。我非常赞同你的崇高理想性，但是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公益团体还有社会企业可以加入我们。请务必在商业利益还有艺术领域当中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没事的话，散会。
喂。啊，看来接下来这几天加班熬夜已经是必然的。我的脸啊，一定会长出10几颗痘痘的啊！要是我的脸出了什么问题，整个办公室的颜值水准一定会受到影响的。唉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这张脸呢，就足以撑起康纳半边天。哼，会不会啊？太重还是太轻啊？哎呀，算了，我等下去找按摩店的师傅按就好了。按摩店的师傅怎么能跟我比啊？我真的练过哎。我看你就是趁机吃豆腐瞎摸。这天地良心啊，这位施主，我真的学过这一穴位的。那你回想一下，像刚才我帮你按的这个风池穴呢，它能够改善你的脑血管弹性，促进脑血液循环，从你的头经过你的眼睛到达你的全身，打通任督二脉、七经八。好啦，听不懂，反正就是不舒服。走，好。哦，还不舒服，矫情你啊！停，按摩都不会，你别那么自虐行吗？什么用了？哪部火的剧不自虐？虐心王道啊！首先你得是女1号啊！去，别人烦还不够。唉，我爱你，你爱他，他爱他，他又爱我。唉，什么东西啊，乱七八糟的。不过陈英姐现在的状况应该也是这么虐吧？唉，可怜呢。你怎么设计的？哪儿不行啊？设计师说空间有限，只能进行小部分的调整，这已经是最大极限了。打通墙？他的智商不足，你的思维也不及格吗？你不是柯南吗？你判断不出行不通？行不通吗？我这都挺好的。老师不是担心陈英姐的安危吗？有了这道暗门，随时都可以过去查看啊。我哪有那么闲呢？我又不是他的保镖。那老师要这样的设计师，你哪来那么多话呀？你照做就可以了嘛。OK， 是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阿丽，你过来。怎么啦？我觉得我们这礼拜的训练不够，你等一下带大家防守部、交错部在20组。好。可是，我一会儿跟他们一起练呗。嘉武哥，你现在是伤兵哎，伤兵不要我没有说错啊。他还说，你去拿2个垫子来。哦。等一下，你有你的训练。是吗？什么训练？小英，加武，你别不理我啊！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暂时冷静一下。你就这么不愿意见我呀？就因为这样你才搬的家？按你这种逻辑，我连工作都应该换了呀。可是我并没有啊。哎，那保不齐你哪天就把工作给换了。所以你就要这样一直跟着我啊？我不是怕找不到你吗？加武，不要再对我付出了，不要再送我东西了，这样只会给我更大的压力，你知道吗？还有，不要再送我钱了，我够花，真的，我很好。那你不喜欢我就不送了。好。还有，
不要再跟着我了，行吗？那你好歹让我送你回家吧，这都快9点了。我们一起回去，你不怕又被狗仔跟吗？嗯。老师，我们到底要跟着陈英姐到什么时候？你怎么那么多话？我这不也是担心陈英姐的安危吗？如果有些事牵扯到你那位拍卖会上公开的女朋友李小姐的话，是不是就能引起你的关注呢？就是这个女的吗？就是她，没错。哎，教武哥，你回来了。怎么，没见到嫂子吗？唉，见是见了，但还是不理我。你的礼物公式不见效啊？别提了，他跟我说这样做会给他更大的压力。那可难办了，所有能融化妹子的招式，嫂子都不见效，那得从长计议了。可是你跟小英那么熟，帮我想想招呗。又叫我想办法，我又不是陈英，你问我干嘛？淘气！小英不理我，他还跟我耍脾气。我看呐，你得改变公式了。什么公式？绕道啊！嫂子那边铜墙铁壁，你可以从她爸妈那边下手。对啊。切！哎呦，那，你说咱们女儿是不是太神秘了？搬到什么地方也不讲，你这个做爸爸的也不说她。算了，我自己问她。哎，别！我刚跟她通过电话了，她最近忙得昏天暗地的，说有一个画展正要举办，别去烦她了。听说她最近都不理家务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帮一把？帮谁一把？是帮家务还是帮女儿啊？哎呀，真的是很为难呢。别为难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赶快去洗澡，准备睡觉了。没事了，来。
不行不行，哎，欢迎，这是简介，拿好。你们好，里边请。你好，谢谢。来，需要简介吗？这是简介，请拿好。啊，你好，需要简介吗？拿好。啊，里面请。请进，谢谢。你好，哎 ，T.Y.F 老师，这是简介。哎，你们也来了，来，给你们简介。欢迎。你好，拿好简介。这边请，来。谢谢，请进。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呢，是著名的法国插画艺术家 Rebecca Dottimer 的绘画艺术展。她热衷于为青少年刊物创作，热爱摄影。1996年发表处女作《山羊与大灰狼》之后，她的绘本呢，分别由多家出版社出版。小朋友们 ，Rebecca Dottimer 曾经说过，当她绘画的时候，是专心一致地沉浸在画画里。所以你们看，这本《拇指男孩的秘密日记》，是不是好像真能体会喝西北风当早餐的感觉啊？看，秦朗，是。我到底适不适合当一个画家？任何人都可以怀疑自己，唯独老师你不行，因为你是陶宇飞啊。在 Rebecca Dottimer 的画作里，看到我的画中没有的东西。终于明白为什么李晨英找了一个不适合市场的画家做策展。什么东西是老师画里面没有的？自由、灵魂，还有对绘画始终热情的初心，这才是一个画家该具备的东西。老师的才华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。一个真正的画家，应该把他的全部精力放在创作上，哪像我，只想赚钱，想复仇。哇，喝西北风背着这些东西，吃蚂蚁，我怎么当好一个画家？是不是很大胆？还有跟着白兔冒险的意思。这个陶宇飞，他果然出手救了李晨英。是人都有弱点的。哦，对了，他的情况你查得怎么样了？还没有查到，不过他先去康纳，再来 GK， 肯定是有预谋的。老师，你要是再不采取行动，等到这狼养大了，牙齿锋利了，会咬人了，可能就来不及了。不怕，如果他是狼，我就是虎。啊！我隔壁到底在干嘛？这是请勿打扰，还先发制人抢我台词，有没有人啊？喂，扰民啊！有没有人啊？再不开门，我报警了！哼，哼。什么？重组？您听我说，康纳现在是有一些问题，可是我们一定会努力的。是。好。
进来吧。总监，这是画展的相关资料。你都听到了吧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有意要听到的。现在康纳正面临重组的危机，所以这次画展的成败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把口碑做出来。是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不是尽力，是全力以赴。无论你的业务能力还是危机处理能力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表现得很好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好的，谢谢总监。没事，去忙吧。我再高一点啊，腿伸直啊。哎呦，疼！哎呀，你能不能轻点啊？你就可怜一下我这心灵受创伤的小男子，行不行啊？受不了。哎，你之前说的那个特别计划进行怎么样了？有效果吗？暂时还没有效果，不过我准备这礼拜再去趟满华店，求他爸他妈帮我。哎呀！喂，聂总。好，我加班赶一下。放心。喂，可以送外卖吗？这么晚了，谁啊？谁啊？你好，我是送外卖的。我没有点外卖啊。请问你是李晨英小姐吗？哦，你好，我是。哦，因为有人叫了我们那个咖啡店的外送服务，说指名要给你，可以帮我签收一下吗？谁订的咖啡啊？一位先生，他说他是你的邻居，因为装修给您叫了外送，给您道歉来着。李小姐，这边就麻烦你签收一下吧。哦，好。哇，比速溶咖啡好多了。邻居到底何方神圣啊？还知道跟我道歉，邻居还不错哦。搬进来了，不知道新邻居是谁哦。知道了。哎呀，老师，这样可以吧？我很聪明的，请设计师直接在原本的柜子装饰板上开了这扇门。陈英姐啊，一定不会发现这两扇门是互通的。不过，开这扇门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该不会是偷窥吧？我开玩笑的，我知道是为了暗中保护陈英姐。我只是想好好利用空间而已，想多了你。让开。李晨英，你这次的策展办得很好，口碑打得极响。谢谢总监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我们大家的。
哎呀，你谦虚什么呀？来的人很多，完全出乎意料。我说过，我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人，谁可以把自己手上的策展办得成功，我一定会给他应有的提成。谢谢总监。好，今天晚上聚餐我请客。哇！谢谢总监。还真是手残没极限啊！我，哎呀，什么声音？我要告他！你这句话有点严重，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凭什么告我们？私闯民宅、侵犯骚扰。你跟物业说你要装修房子，但没有说连着我的房子一起装修。好好看合同第34条，你没有权利这么做，好吗？看在我们同校一场的份上，你要是能够迅速的把这道门给我拆了，我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亲自把门给拆了？没错。休想！看来你是要跟我死磕到底了，是吗？进去。哎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陶宇飞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你也不要太过分。拿去，看一下。你口口声声说这是你的房子，看清楚了没？你的房契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呢？如果你还怀疑这份合约是假的，可以拿你的那份来确认一下。我签合同的时候明明就……房子是我的，2间都是。李小姐，我会自己处理的。唐先生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没事。我不知道屋主是陶宇飞，秦朗，你还骗我说是你一个艺术家的朋友的。我老师是艺术家，也是我的朋友嘛。你还狡辩？秦朗这话倒也没错。这胳膊肘怎么往外拐了你？不然我们重新找房子啊。我哪有钱啊？我全部的钱都压在这房子里了，好吗？而且提前解约是要赔钱的。我知道。总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？当然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投资不会白费啊。我老师只是纯粹投资买房，原本就是要出租的。刚好陈英姐在找房子嘛，与其租给外人，不如租给陈英姐啊。真的只是这样吗？不是因为总监对陈英姐特别好吗？怎么可能？他呀，只是为了整我。怎么会？我老师他……陶宇飞，陶宇飞！Yes。OK。家武啊，你要不要干脆下来好了，让你叔叔来吧？你这样我不放心啊。没事，阿姨，叔叔年纪大了，怎么能让他上来呢？好体贴。
陈英如果像你这样就好了。阿姨，小英她还是一直躲着我。不要紧啦，女孩子闹一点小别扭，很快就没事了啊。那阿姨，能不能你跟叔叔一起帮我劝劝他？感情啊，最怕别人插手了。家武，你要对我们家陈英有信心的话呢，就耐着性子多哄哄她。陈英就是发一点小脾气啦，没事。有我跟你叔叔站在你这边。那阿姨，能不能把他的新地址给我呀？我去结账啊。来了。我在想哦，那个陈英应该是怕我们给你通风报信，所以他也不让我们知道他住在哪里。我们是真的不知道。阿姨，我知道了。电脑怎么又坏了？你要不要长点心呐？你是不是又把电源给踢掉了？是吗？阿姨，你去吧，我这儿自己可以的。那你小心点，我马上回来。啊，笨死了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家武！我已经给陈英打过电话了，他应该等会儿就过来了。阿姨，你要店里忙的话，你就先回去吧。照护店，我没事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等女儿来了我再回去。阿姨，阿姨好，你来啦？伤得严重吗？医生怎么说的？有没有伤到膝盖啊？没事，小伤。在球场里打球比这严重的多，都受了，没事。不是，你之前伤到过膝盖一次，会很疼吗？没多大事。真的没事吗？没事，阿姨。你确定？天哪！可是，你这个球队经理还真是尽责哦。哎，可是你来的时候见到陈英了吗？没有啊。应该等等就来了吧？再等吧。女儿啊，家武在我们家摔伤了，我知道你们在闹别扭，但是你还是去关心他一下吧，啊。好。哎呦，你轻点儿，我又不是搓衣板，这么用力干嘛呀？就该让你跪搓衣板，不然你永远都不知道分寸。邱先生，你还记得自己在伤病名单吗？你这球还要不要打了？我就知道你来了要这么啰嗦，还嫌我啰嗦是吧？自己擦。好了，不敢了。哼。他现在身上的伤，心里的伤已经够重了，不需要你在这里火上浇油，假装关心。你永远都在当好人，永远都是家武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，也是伤他最深的人。看来，我现在不该出现在家武面前了。陈英怎么还不来啊？你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呗。怎么了？怎么不擦了？等陈英来了，让他给你擦呀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球队经理而已，不应该做这种女朋友该做的事情。你就躺在这儿慢慢等吧。怎么翻脸速度比翻书都快啊？
或许可山才是最适合家务的人。我现在是在帮自己开脱吗？小心可以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老师，陈英姐看起来真的很烦恼，你要不要跟她道个歉？我道歉？我干嘛要跟她道歉？毕竟是您破坏她的房子呀。搞不清楚状况，是我的房子。好，我去做饭，我去做饭。喂，妈。到医院了吗？我实在走不开。今天是假日，你有什么走不开的？哎呦，女儿啊，你不要跟家务闹别扭了好不好？他这次摔的真的很严重，你赶快去医院看看他嘛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真的不能光留可山一个人在那儿，那真是……真是什么？哎，没有了，反正你赶快去关心一下家务了啊！听话，女儿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是把厨房炸掉吗？我还没开始做。那什么声音？李春英是要把我房子给炸了吗？哎，老师真霸气，连招呼都不打。You know I see her every morning. She brightens up my day. She's straight out of a picture. So she protects you all the way. Oh, I think she's like an angel. When her body's dark from stone. Or should I make a move now? Or should I leave well alone? Throw her down her back, take my advice. When she's in my arms, don't. 哦哟，良心发现喽！什么时候知道疼妈咪了？给家务的。给家务的干嘛不自己拿去？哎，哎呦，女儿啊女儿，那个家务啊是为了帮我们店里的忙才摔成这个样子的，所以你就不要跟他怄气了嘛。啊，妈，这周真的很忙，等一下还要去加班，还要应付那些记者啊、画展什么的。哎呦，忙工作忙工作，他都伤成这个样子了，你也应该照顾照顾他吧。你不要老是逼女儿嘛，工作也很重要啊。哎，大不了啊，我们多去医院几趟，我们来照顾家务不就行了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人家家务娶的是我们家的女儿，又不是你。不要理你妈，爸爸支持你。嗯，这是干什么？家务是因为帮我们才受伤的，这里面的钱够他这次医药费的了。这个你就别担心了，你妈已经跟家务说过这件事情了。可是家务呢，
坚持不要，啊？可是我跟家武，我们回不到过去了。哇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全喝完了，只剩骨头了。骨头也可以吃完啊，这可是小英给我精心准备的鸡汤，不吃完太浪费了。要吃你自己吃。家务哥，怎么有没有好一点？今天不用训练啊，教练让我来看你啊。小伤而已，教练这么给面子啊？其实，教练是说可山是球队的经理人，所以让我请可山回去。知道了，家武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明天我会找时间回去的。好，那这几天辛苦你了。知道我辛苦就好好练球，不要像某人一样，只会给我惹麻烦。好了，知道了，不随便惹事。最好是。听说这次画展的主题是陈英姐策划的，画展这么成功，老师不打算跟她道贺一下吗？法国著名的插画艺术家 Rebecca Daltmer， 她的作品呢，总是能融入自己的风格，所以呢，她的画都非常的纯粹。我来吧，你坐。你还知道痛啊？我就去看一眼，看一眼就回来了。还看？邱家武，你都这个样子了，能走到画展吗？你连站都站不稳，你是真的不怕毁了你自己吗？我的伤情我自己特别清楚。老实说，我可能没有上场的机会了。但如果没有陈音的话，我真的没有目标了。陈音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他？他到底哪里值得你对他这样了？他根本不爱你。你现在这个样子只会让他觉得更烦。我去洗东西。小叶，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老师稍等一下，我去拿车。好，请。这边。谢谢，我送他们。慢走，来这边请。这个展览办得不错嘛。谢谢你哦。那谢谢你。这个展览唤醒我身为一个画家的初心。不知你现在到底好不好？是不是还那么的骄傲？
一个人抱着猫。法国著名的插画艺术家雷贝卡·道楚曼，他的作品呢，总是能融入自己的风格，所以呢，他的画都非常的纯粹。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每分每秒都逃不了。我们各自选择爱情的记号，没有所谓的对或错，只有美好。你能不能让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别把事放在心里等发酵。有时候勇敢面对，两个人会过得比较好。原谅我早就知道，就知道，更想要让你先说的。陈怡，假装不知道，是你不放过我，还是我放不下你？更难熬。女儿啊，多吃一点啊！那看你都瘦了啊！来，泡椒凤爪，胶原蛋白。好了，老爸老妈，你们这是要喂猪的节奏啊，好吗？哎，女儿啊，你一个人在外面住，肯定没有办法自己弄吃的、弄喝的吧？是啊，自己做饭多麻烦啊，叫外卖多方便。跟谁去啊？外卖方便吗？想套我话是吧？就不告诉你，免得你啊偷偷告诉家务。你就这么容不下家务啊？7年的感情说散就散，老爸老妈这样教你的？啊？老妈，我跟家务真的只适合做朋友。你怎么知道跟他不适合做夫妻呀？你试都没试过。哎，等，你这话说的越来越离谱了。你这不是鼓励女儿去试婚吗？这怎么行啊？我觉得女儿这样挺好的，理解自己的感情，明白自己要或不要，哪里不对了？哪里不对了？她几岁了？她26岁了，再不嫁人都要错过黄金生育期了。那你说说看，她现在斩断情丝，放弃一个好对象、好男人，哪里对了？哪里对了啊？家务也许是个好男人，但是不是一个好的对象，现在言之过早了。啊，好了，你不要再吵了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这找结婚对象就跟挑鞋子是一样的，你总不能因为怕挑不到好鞋子，就随便找一双不合脚的吧？那不是会疼一辈子吗？对，再怎么不合脚，这双鞋都陪你走了7年了，你这样说扔就扔，你对这双鞋会不会太无情了？妈，我只是打个比喻而已啊，我没有说家务是鞋子啊。我没吃呢。不听我的话，就不要回来吃饭了。你想扔掉旧鞋呢，就得买双新鞋。光着脚不同意，明白吗？你这是干什么？难得女儿回来吃个饭，你别这么幼稚好不好啊？好嘞，我幼稚。我还没吃完呢。反正你们父女同一国的，就别吃我烧的菜，去外面吃啊。没关系，别跟你妈置气，我们去外面吃。好，老爸无限期的支持你。好，挺住。好。出国一趟，你的心情跟气色都看起来好了很多。那当然了，我最近成功的并购了一家前景很看好的策展公司。能让你看上的策展公司不多，是哪一家？康纳。果然好眼光。康纳最近策展部很成功，很多新兴艺术家都跟他们合作，连有资历的艺术家都主动联络他们策展，或者办拍卖会。那当然了，以我投注的眼光，除了你，我什么时候错过了？谢谢你。
这个展览唤醒我身为一个画家的初心。这个人今天竟然跟我道喜，他是不是变态啊？故意耍我的吧？该不会一会儿从门里跳出来了吧？这人今天真的很奇怪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，你想当钟玉的特助，理由是什么？是我对你不好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想说，钟玉姐一个女人家在商场里闯荡，始终没有人陪她。这回她买下康纳，要带领康纳那一票人，不是很花功夫吗？我多少可以帮她一点忙啊。等她上手了，我就回来。是他跟你提的？是我自己想的，就当做是一个借将的概念，行吗，老师？早知道你这么仰慕他，我就早点让你过去他身边了。我没有了，怎么会？我真的只是去帮他一下而已。过一阵子我就回来了。过一阵子，我也不一定让你回来。哎，老师，你是不是在生我气啊？如果你生气了，我就不去了。不是，我另有安排。说真的，我不知道钟玉并购康纳的目的是什么。是觉得康纳真的有前景，值得投资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？既然这样，那你更应该派我去了。说到底，你就是要过去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我去跟他说一声。但至于你要待多久，我说了算。是，老师。慢慢动一下脚趾头。医生怎么样了？啊，持续治疗观察吧。邱先生，今天还是一样，多休息，少下床走动。又在床上待着，早晚都会发霉。你就多忍耐点吧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还是有心事啊？可珊，小英今天不会来了，对吧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是球队的经理，又不是他的经理。